来进前，网络小传一篇的文章，讲是台北市长郭文提讲的，讲食饭了后啉冰水，等于是得癌症。讲因为冰水会互拄啊吸收的油随来变定，会卡伫个肠啊，形成脂肪，造成癌症。是讲甲安尼有影有假，但是敢真正安尼咧？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有人讲，饭后一杯冰水事后等是癌症的等候。Google 嘛顶上热搜本，那群组大家嘛一直传讲冰水会互油脂结冻，卡伫肠啊变成脂肪，致使生癌。文章的署名阁是郭文天。 记者做实验，将麻油鸡汤倒入冰水里面，确实形成一圆的油膜。油脂的食物碰到冰水的确会凝结成固态，但是应用在人体的肠子里面，真的如此吗？事实查核，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。 动物性油脂来讲，你碰到冰块这么低的温度，其实真的都会变成固体。但是，当你进到人体，人的温度是36、37度呢，已经不再是0度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定会有部分溶解，只是溶解多跟溶解少而已。 我们一些吃的一些油脂的食物，都经过一些胰液跟那个胆汁的一些消化分解，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已经不会所谓形成固态。而且我们一开始提到说，如果是凉水这一块，其实到肠子里面那个水温早就已经是人的恒温的一个状况了，基本上不会形成说像是脂肪附着到肠壁上产生一些后续的癌症。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甲华视新闻追查，除了消息错误，这嘛不是台北市长郭文天写的。 其实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啦。那当然，这些在网络上流传的医疗偏方，也都不是柯市长他本人的意见。错误的医疗资讯会被疯狂转传，在于人们本身对于冷饮是有疑虑的。不过您知道，其实热饮反而对我们的人体会有更高的致癌风险。 有些患者会很喜欢喝热汤、喝热饮，在长时间的食道经过这些温度的暴露以后，会产生一些慢性发炎，进而产生所谓的增加食道的鳞状上皮癌的风险性。要啉的水，伊的温度上好伫25度左右，每一天啉2000cc， 对着胃消化食物有帮助，同时可以加速血液循环。透过事实的调查，解开疑问，更加会使建立正确的医学观念。